请问打卡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美小这边答案是邓卡，嘿，就敢若亲像邓音啊共款嘛。嘿呀，我来到这个所在，我已经爱邓一个音啊，会记号做一个记号。啊，像我这边的答案叫做拍钟，拍钟，会记得无？咱你上下班有无？打卡就是爱摕一个单啊有无？去个机器遐。记得去。嘿，哦，那叫拍钟。拍钟，因为迄就是个时钟哦。赤钟，啊，这就是拍钟啊。英语内底这个邓卡，也是以前咱讲邓卡路，啊，迄个卡路就是 clock in at work， 就是讲要上班啊，我去迄个邓卡路迄个钟啊，啊，你甲存迄个牌啊，你的卡片入去安尼，所以伊的原本是安尼 clock in at work， 啊，毋过咱手机啊咧讲的迄个是 check in。好，那像饭店啊，讲我伫遮安尼入来啊，吼，我入来这个所在啊，啊，毋过咱若用在地讲法，咱打卡会较用古早迄个邓卡路，还是邓卡来用。